到哪里去呢？打枪杆子，枪杆子里的。下雨。我妈给这个了电视机的我把吃的那一个妈妈嘛，这个来在这里就关注这个要不然。噜噜噜噜。我刚才进去啊，怎么着？你啥子的？我们生病了就要多吃点蔬菜，维生素，知道呀？你不能光吃肉，你光吃肉。我本来就这样。别烧个肉。还有你就吃嘛，你吃的。那是说从嘛那个电脑电在关注这里。还有啥那个？蛮多的三级合计那个10级八的。用脚干的吃的少啊？用脚干的吃的少？用干的吃的是把它吃的，差不多。再给我怎么忙不着那个？妈妈这些的那公巴个吃的，吃的公巴给我吃的要不就吃，要不有啥人？可是贵家啥样的啥了的？公巴呀，这之前刚刚么那嘛说，这你白的。现在去抢的下，俺那个山子这里嘛，肉切是点用不太嘛当不一的，我嘛，俺那今天我妈给的呢，我吃着，你我妈要啥的呢？这的，你抢劫了，我就是我叫啥的呢？对么那么，感觉有点怪怪的。那如果那个这个房子的卫生还是好玩的，每天要求你过去做一天就才能找到。那打青去的喽。打青在打青。打青了对不对？打青了。在哪里？肉青。有2个场地，1年换1次，3了哦。我们现在3家开始干，你们忙不紧张的，我那么认的。你说这公巴给吃的，下一公巴给搞到的，苦的是都是，这这那给不上，我做这啥的。哎，你给马开，这那把这葱把叫啥？哪个结果不对呢？他去新疆去，如果说正常，我不能期待是我来加一下。打青的了。那个功能加不清。我给他多看那么多个什么点呀家么多看那么多个什么咱每天关注我们的关注。他们家里没有其他饭吗？没你啥？牛肉珍珠干的，而且它是这3个呀，家土的我家的。家刚过的肉这个是铁渣肉。我们毛病就开始加大，因为什么呢？总共有2万多个地方的。
有功能的是非常好的，有当场，到时候下酒里没去吐嘛，就到了。俺大家如果请了我来的没，啥娘弟弟你送俺去家。今天还在找婚礼，我们现在找婚礼都要找3天2夜，你看现在今天5台棒子，今天到哪里？肉去来的，肉去。知道吗？肉去当天嘛，去嘛，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商场的那个地方，后面还有2栋住宿楼，住宿楼已经盖起来了，这2栋住宿楼已经盖起来了。准备在家里做嘛？对，今天准备住在我们的代理家里。明天我家里来嘛，可以吗？可以啊。你今天我这个房间了，对不对？拉萨你今天把它打开的些，你们干正过的。先把酒找。来吧，你是哪玩的？我要去地铁来。车里都不，你三年啷个说上去？我要去。马车就。我要车来。车里。车来节目。那么点。阿里到了没有噻？他已经到了大庆，他来菜的刚了不去。老家不来吗？是没有。老家个吧？我开始抢到，我陪抢到给他现从哪里就来，我们陪着那抢到做工的。现从哪送来的？从哪了给我这厂这个家，要透过去的嘛不习这都陪来的，没想你起见没的，我那个给家看个的，他用过没？他用过没？啊，怎么做一个车真就嘛做，就嘛都这有的用给的。才这个哪了？啊才这个哪了？啊，才这个哪了？你做工。阿给。Hello， 老师，你在哪里？我在绕舞区。真的吗？真的。哦，我在。都看不看见你？好个哪哦？俺钱。要陪在啥的了？我男家亲走来了，身材就的，长相就的，我妈怕。没事。这没事啥？上家挣钱，人家的是没事啥？人家的是人都不吃了去。哪位没老师？老师看来的，俺家我们姐姐吃了的。俺家我们自己，好的。俺来做俺自己身材一样的，人了，你活得快点吗？如这个就有说的，哪家亲自体里来的，俺家我们真就是吃的。啊，继续去。中。咱们现在这个身材的细不大了，就没事的，大概是身材的多大。一把的你地方还有哪上的就是多。公主，一把地这个地方的大也是嘛是。长得也漂亮，唱歌唱的又好，真是十全十美的是在这上。而且我们问你的那个厂里有了活动有啊，但过几天你们开始就过，俺拉萨扬州去等你加一个啊。而且我们个活动就马个那马都来嘛，公就几个是那个嘛吧，对，可是3个就这个赛季加个等你。这给，把球在那给就，热起喽。马上要忙着了就。那这里啊，打送你，那你看你看着就。那个。哪个？怎么？对呀。哎，对呀。
他等着来了，嘎嘎叽叽。我俺你帮我给点了的你切片球，俺怕啥来叽叫么啥来叽，你俺你怕是你打来叽些球的喽。是嘞。俺你家了别的，帮忙来的，你这些的钱没得。哎呀，给呀，这个错了。啊，呀，这次来给，你怕啥了？怕车送我。我要给。给没意思。男嘉宾组成了一个小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肉起来有肉起来，我那的顶俺毛啥了给了你切片的呀？的就俺朴素说的你，伊那奥子来就话的，俺帮不来的给了你切切。喂，过去去接什么？这茶袋里，别忙些别，汤球。我妈的，这个家是带的，这行，这给家洗漱，这子行。拉索看着你抢到肉钱呢，而且我们个粉丝节目个只有点赞去接的，按照出版去接的。写的你们那是当的哇？对，也不能动。在哪里？肉去。不跟个人这个拍里在的哦，那么来的跟个人去啥？白走的话有呢？我啥没得？我啥没得？中脚个没得？朴素是男的嘛，女的噻？朴素啊，朴素噻的，这里是能一样进的朴的，一年生的生行的是充满了薄膜的，膝盖薄膜的下菜的你们做，就是那种。你嘛这多啊，朴素我这的抖音那带不得没多啊，观众我身材紧啊，我捏怕的，啥了？朴素。你这么多啊？朴素好个呗？没事。这个我带有的。这个。我的梦中情人是阿妈喂，姐姐帮我回关一下，谢谢噻，好的呢，他的多，多么的。这里扎家看了直播这么匆忙，同意的垃圾了点赞关注接容。除了电脑，将我们也的在怕了电脑，就被你笨蛋赢的。点赞关注接的，俺把忙不有的。点赞关注接的，俺把忙不有来的。孩子回去了吗？噻？什么孩子呀？啊，那关注名给怎么关注下？大山肉鸡，夏天要好哟噻！对，我这样的，但肉鸡给啥家洗的？我妈洗的。强都学了，我就去打肉鸡洗了就免着啥家？有嘛的几啥的新不是的？可是阿家我们拉萨买的肉鸡给的菜鸡那点这有嘛？就是过嘛也就杀鸡就那我妈块。啊，在哪里？抢到肉去，谢谢。这你就都够了嘛的，要兰州没兰州没得。这别个直播都说啥没呗？说啥？阿姨家电脑还多的。没事。在这个。电脑有那蓝色的多啊？你看你电脑就来看了，他昨天还说把你的热空了，在这里。我在成都噻，成都哎，阿里。上来一家就可以。哦，从嘛个那关注，明天从嘛那个关注到个的姐姐喽。
Hello，美女，可以谈恋爱吗？可以啊。姐姐，你怎么那么帅噻？那是必须的嘛，肯定要帅啊！阿佳，我们一旦帅起来的时候，没有男人帅的没有。肉气斑马温泉酒店里面是吧噻？没，俺带俺们这个肉气给俺这阿米诺给团在给代理给拿了有。你是单亲妈妈吗噻？我不知道什么叫单亲。俺一年弄了这吃一些，你讲那这就能给那个，哇操，我脸好大，对不对？这里长些的嘛，不是这样吧？那长些可就，这大个点点嘛，这就人家是不能点点嘛，很精致的那种，对不对？啊。以前电脑都是谁烧哦？我在这里噻，哪里？你说的这里是哪里啊？电脑都是谁烧的？现在阿家么不干那东西，电脑。你一点都没噻，你一点都没。什么意思这个？我们单亲妈妈这么好的妈妈，永远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永远好妈妈。对呀、那是必须的嘛。你在旁边，我的旁边是吧？哪里？忙的呢，阿妈跟把恁姐姐，看看。啥人姐姐的？看到了不啥成绩丢了？我妈怕。俺家么俺的。过的是吃热的阿妈的过年吧的说。感觉了俺这个没把他就没给这空年了去。哎呀，他就是吃了的嘛酒。在哪里噻？肉去，6去。不跟个人去给朋友里在都。我没事，你点过来下。西面对着点过来下，西面空着搁这里。明显嘞。有在手了。要求。肉去活菩萨列达噻，活菩萨嘛列达。现在你就过去过接的，看门这样掐的。现在你就过去过过来下，你面膜加到出去的接的下。我休息的那不，嘎嘎叽叽，你马上下。还叫吗？你的老婆到了没有？这是个，你的老婆到了没有？到了7点。我的老婆是吧？啊。对，老婆来的吧，应该。老婆在这里。
老婆钱呢？就是老公钱呢？老婆老公应该得下来的。老婆和老公都在。公开期，不过这种什么卡的菜，不好意思，是他抢到肉去了有王木姐给我帮忙，美人什么的那个。你晚上吃完了吗，美女生？在吃。好的，现在是。现在的你这个不过别的家。这里家的出去是别的家。看，你站住这嘞！哇塞！你好，你好，在哪里？在老家。老家哪里嘛？老家杭州市卡洛区芒砀乡。家的不去过别的家。好。哎。我这几天到了成都的，你没见我啊？我真的不在成都。那在哪里嘛？我在老家。你成都大概待多长时间？没有，但我现在待不了，我现在已经到了那个肉期了。没事，你还会来成都的，我们机会多的是。对，就是传说中的金子爆竹10年不完赛，明白？跟这个一模一样嘛。有缘分，有的是机会了啦。对。对，你现在在干嘛？我待着，随便待着。我就很长时间没有怎么直播过，但是偶尔我拍个视频啊。然后今天晚上本来想弄个赞誉直播，然后弄了好几次没弄成，然后就这边再随便聊聊天，再直播。呀，在哪里噻？肉起来了都。今天晚上你真抢到肉起来的哟，菜的你妈说，那这里那肉起那都从你宣传自己解决的怕就你长期嘛那全节在你着急，第二讲嘛他啥了呀，讲着来用啊。以后你以后还会来成都的。对，肯定嘛。这次不是你来成都人民不是挺欢迎你的吗？我看到很多视频了。那是必须的嘛。我老家真的，我自己的老家人不是欢迎自己的老家的话，那就是不行哦。啊？我以为你是临浙的呢。No， 我是成都做工。上次来的时候挺欢迎的，这次也是真的。再说了，我自己的产品啊，在成都那里真的都支持的特别的多，而且我们永远记在心里。那你是成都的，然后你自己回归在老家，肯定欢迎啊，对吧？对。你自己在做什么？我在种地。种地倒是没有了吧的。真的我在种地。哎呀，种地也是一个好事的。我差不多2年没有直播，真的一直在拍个短视频啊，然后就这样，然后做自己的有些家事啊，然后这里，然后一直这样拖着时间，但我想了很多次，我就想又要继续努力直播，就像之前一样。那肯定呀，真的说实在的，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干嘛要放弃直播呀？好多人都求不了的这个。其实说实在的，这个直播这个东西，如果自己做得好的话，对自己、对以后啊、对人家都有好处。
你不是在不做啤酒吗？我做了啤酒，也做了那些洗发水啊，那些这，然后一直在这里，一直没有什么推广啊。对呀，你但是做了自己的产品，你必须要推出去呀。那做这些有啥用啊？现在就是推广有点难哦。啊？现在推广有点难。有什么好难的呀？啊！我呀，这扣了都。帮我点个赞，兄弟们，帮我点个赞，能不能帮我点个赞，兄弟们？现在推广一点都不难。对。在哪里去？肉去里的啊，抢到肉去。帮我点个赞，兄弟们，帮我点个赞，帮我点个赞，加油，继续努力，不会为难，我们也可以帮你改正起，非常感谢，非常对面的男的4000多个人噻，哇，你有4000多个人吗？非常感谢，啊，没有啊，我人家在这里公比大。来，对，这有什么下个目标吗？下一个目的吗？啊？下一个目的我跟你说了嘛，种地，在身边养个鸡啊，养个猪啊，是吧？哦，那也是好事啊！祖祖辈辈带下来的那些种地要传出去的话，那可以啊。对。祖祖辈辈都要传出去。抢到起，用今天你抽个作品，从抢到起用，从今天开始我要种地，养牛、养羊。种鸡，不是养个鸡这种。我养鸡，但是千万不能养猪啊。现在我想养个猪啊，然后弄个猪棚，然后再弄个鸡棚，然后就以后现在猪肉已经多少来着？很贵吧？你这个开的话，你真的可以，养鸡场和养猪场是吧？对，弄个鸡棚和猪棚。常州人民特别的欢迎你。我就不怕以后常州人民吃不上鸡肉和猪肉。请用孙悟空动作多多噻。孙悟空动作多多是啥意思呀？你说72个变化吗？不要乱七八糟的说，没有开玩笑，真的开玩笑，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去卖猪肉？没有，什么每个人都想什么事情都想做下来，对吧？对呀，都想做，但是做的时候不能光想不行。你一旦想了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必须要做出去啊！没有觉得自己多多的自信一下的，然后坤总，是不是你马今上天说什么事情都做不出去的没有，只是全部通过有没有这些？维族人不吃猪肉，你不能这么说。老白就不能吃。欢迎兄弟们，能点赞的帮我点赞走一波，兄弟们，不用给我刷礼物，只要你们给我点赞就行，好不好？你们帮我再推一点，好不好？能分享的分享，能分享的分享走一波，兄弟们，能点赞的点赞走一波，兄弟们，能不能把我推过去，兄弟们，让更多的人能看得到，不用给我刷礼物，只要是你们把我推过去，好不好？分享啊或者点赞啊推过去，因为很多人没见过我直播，差不多2年多了。你2年没有直播啊？对，我今天第一次。哦，第一次啊。对。哦，那可以。我给你开玩笑的哥，好的。你说养鸡、养牛、养所有的吗？对。好像我们肉切。什么都养，到时候，我有到时候养虫子。
感谢你们关注，非常感谢你们，没关注的帮我关注走一波，兄弟们，没有关注的帮我关注走一波，兄弟们。能不能求你帮个忙？是真的没有时间，我现在忙的不是一般的没。事，帮我点赞走一波，兄弟们，没关注的帮我关注走一波，兄弟们。对家人们点个关注，给对面点个关注啊，给直播点关注，互相关注一下的。感谢你们，兄弟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感恩切，感恩切，非常感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没有关注的关注，关注走一波，点赞走一波，好不好？分享走一下，分享，让更多的人能看到。主要是你们分享的，能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啊，可这是。帮我分享走一波，分享，主要是你们分享走一波，兄弟们，能分享的互相分享走一波，分享走一波，兄弟们。我差不多2年没有直播了，只要关机，2年没有直播，分享走一波，兄弟们。跟我说实话，你上次，跟我说实话，你上次关注你了，你给取关了，没有回关，帮我回关一下，谢谢，这必须的。现在成都天气不热吧？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结账吧，没事没事，明天给你好好拉个粉丝嘛，真的。现在是有多少个粉丝了？主动哎。哦。看上你墙头帮我的是俺拍的呀，么长的个。从嘛直播间来的照片都第一切的。啊，你没有在成都吗？没有，我不在成都。没有。我想去。电脑上去俺叫行不的。好，那就这样的啊，你们继续聊天吧。哦，好的。好的。把大的那个地领开行不行了？俺得要去陈云姐的气息。3年没有直播，我看见上次在直播的都。还说什么3年没有直播？亏吧你！求求你，我这边妈妈生病了，医药费不够噻。医药费不够，我也没钱。查个的嘞，没查过嘞。没查过子，看忘了。过过有嘛的，过是嘞有嘛的。你看这意思。你就拿开过来吃的忘了，就真的是。日的呀，看。日的呀，摘上去。那说从嘛那个地方那点赞的关注页面给从嘛没得关注的要不看出彩的老家去错，你们的直播间来帮忙，直播间来帮我求粉丝噻，不可能。我什么等级的刚给80%几面边俺群子了，肯定是结果的群子，年里面就给家的人羡慕呀，俺们定俺搞不明度。在家的出去了别的些。哪里？6期。肉起来，美女回光。美女回光一下，我有点声音上的事情。跟着对的，给我来个些松松鼓鼓的，就跟着嘛。这3届都有。哦，什么时候回来噻？后天。那你看下就。
看的。那是。鸡耶咕来个西松松咕咕。188890433咚咚。对，俺姐姐人家那是。然个东西的那差不多上去的。你懂意思没？东西的卡巴的。一东一好的，那东子嘞。那充电器也是没呗。我第六给的配了呀，就一些电工作你操作钱这个多。这边是。东西这个要等的，等钱都会得的。是的。那么的，人家工作我等着钱这个。这空空的是呢？没看罗斯。干嘛？嘛子？真的？啊，真的？这早上就没有。吃的。都，接着人。家过年。真的？上来的。去真的。我没有在门口就。家哪家的？是。不，那如抓的忙我皮都对家这的。去学校去吗？啊。阿娇母太美丽，好久没见了，谢谢。大象找着了，让着去。他的关啥？对，点赞是觉得关注名字怎么关注是觉得。嘛都能好的。买个跟的。啊，我在那个。小进那是身体的建筑。我看你的骨病的建里面都什么啥的去。不对。你吃在这里面的穷的人说的。祝你永远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撒丫球。吃酸了。好的，下播，美丽下播找你啥呀？从来过了济南可以找啊。Hello， 今天好多了吗？你上次生气的，你跑啥子嘛？今天什么？上次，既然是上次什么？上次什么？刚才有，强都有嘞。强都是那氧气3号的有嘞。氧气3号的看上看你个注意，但弟弟俺肉去了哟。氧气3号你投资了吗？还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啊。开业嘛，帮讲讲。我那去不了。哎呀呀呀，真的。我不喜欢喂。那么听什么那些。啊。对，最近1000多号的啊。最近亲测你们两个咋样？还好吧，我们两个还好呀，我们两个是兄妹嘛，本来就是。现在变成兄妹了嘎。我们两个妈妈一个爸爸的，开玩笑开玩笑。谢谢。那很多人说我们两个像嘛，俺你长么长的谁讲？俺你长性格是哪个东北家子？我们两个。不是，我和那个群错。你到了人没人记得。肉去的要是干哪要是？肉去了有肉去。呀，公主那边不是有个大活动吗？17天你去吗？公主。对，公主那边活动钱不装不加塞了，我想着去的。我现在应该还不知道，我这几天要回一趟拉萨那边有个事情要处理嘛。然后我的那个新产品马上就要上市了，然后我要那个一下，必须那个急死了我，要开一个发布会，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哪里开啊？在拉萨开。成都开好一点嘛，我们的粉丝都成都多吧？拉萨市里面的人支持我们网红的很少哦。你看一下地址就知道，拉萨真的，你粉丝20万，拉萨的认识你的真的不多。
现在没有。我个人觉得，你看一下抖音里面，抖音跟后台这地址，成都是最好的，我对天发誓。发布会在成都开。成都是最好的。但我先准备在拉萨那边开完了，就开始开成都吧，要不然的话，拉萨不开不行。拉萨，你说一下呀？拉萨开这个精神了不起，去的小伢子，你说服一下，所以我就你不要觉得拉萨除了拉萨的没有其他吧，整个藏区的都在40-50%都在拉萨。都一看是都有拉萨了。呀，但是拉萨的本地人那个，本地人看怎么说呢？没有本地人，拉萨本地的很少，有的话也只是稍微老一点的那种。但是拉萨90%都是站在内地，俺这就是都一看是站这个。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我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成都开，因为我觉得成都人支持我们的多。成都有，拉萨也多得很，拉萨你们也有。拉萨有吗？认识我的少吧？怎么可能？你只是没有感觉而已，都在拉萨有。拉萨、成都的、刚子的、这个子都在拉萨。你这2天是不是没直播呀？对。我粉丝超你了，不好意思，姐姐。吵什么了？